这类老师哈，老师夫人哈，有这么多好的歌曲哈，师母一定是很对待爱的那种感觉，有老师讲的，我来听歌哦，我来听讲我听啦，干哦，老师啊，他本身经给你沉水有，我会沉水有点危险了，我来干嘛？要不然，你给我一点，你在公司。讲的话，我听无啥有啊！所以讲，当我是安尼啦，团结吼，做伙一世人会较实践。你是进入百岁啦，是非常快乐吼。啊，咱这李明吼，大家吼听听，这个金属有声吼，关键李长嘛，来在小姐。哦，啊，我关键人吼，哦，鸟要生囝吼，你拢爱处理。无李长，咱内地本地。来，咱作为主持人，以及咱师母，以及咱各长官，以及咱各位乡亲，台湾咱大家好。哦，这个最好看的，这个选举。哇，你嘛是一个吼，温柔的期间路呢，做起这自然就会文化气质。有没有？都我老师家。哎呦，这个优雅的中间这体温这么样的吼，哎呀，这个杨柳摆腰啊。你平常看看，这个对错的，对。平常时去服务这个李女士用听落来，爱车声。车声嘛有用听。哇，我这里不是大力就对。啊，是咱你也做上大力的同情去。哦。啊，你今仔日一定看，这里来做成故事啦，咱大家分享。其实咱个分享就是，我当做你讲的时阵啊，啊，迄个是讲吼，较无经验嘛。啊，有你经验不很好啊。唔使啦，就秀丽的啊。啊，一个里面也都好笑的，伊拍一个讲，啊你跳吗？我嘿，我是，啊你跳我甲你讲啊，我只惊我跳步而已。哎呦。啊，真正我讲袂起个。我讲啊，请问下你迄只猫啊吼，我甲你讲，我只猫嘛有肤色的，嘛有白色的，嘛有灰色的。我同我讲啊，你是什么猫啊？伊讲啊，我就野猫哩，我讲野猫吼，安尼你叫一个安那去甲你找只猫出来，安尼来。伊甲我讲，叫我只甲我对听来讲，妈妈你就先开始去放啥？我话
伊里面，请出水收听，有一只猫若无伊，就来你叫伊走，一人领2000。哦喏，这我鸟都等下来。这个我听人讲，啊，毋过妈妈，我先甲你讲哦，麻烦你先去用一个猫仔肚来关遐猫啊，因为猫咧来一定够肥。风这里风上加注意啊，他那结婚是天天好好拢有啊，啊就说人看我台面写些阿弟有啊，啊但是这什么头人阿弟啊，啊这个我们叫做谁？啊，真会的通爱啊阿弟，通爱啊阿弟，现在这边没。讲这个拢知，开玩笑的啦，不啦，开玩笑。今天你们点什么歌？啊，今仔要点音乐又歌是歌单。啊，什么点的是？啊，你准备啊？我无准备啊。向你介绍。啊，你我比较贵，我第一名哦，你这是我比较贵。这今年个歌单跟这个吴老师的这个贵体也看这个什么？啊，吴老师吼，啊，是咱迄个13岁之前吼，啊，伊就做向往在去日本，啊，所以讲伫咧13岁时就招着啊，伊两个同学，啊了后，我先往着咱日本。他笑了。13岁人伊有赚300块的啦，两个人赚300块啦，去到日本啦。以前我就唔知伊讲一月哪岁尔嘛，所以我唔知到底是第几来第几啊，还是第几个几岁我就拢会使，拢会使。会搞掂好。哦，啊了后啊，老师到我伫遮开始就啊。我等啊，就伊教艺术歌，爱歌团，啊，甲伊16岁时阵，啊，我就给我的师傅，大家决定就讲啊，伊要转来台湾，啊，所以讲伫这段时间的时阵，啊，老师伊就是歌单的啦，所在做对尽量认真所在。我听过是人在他用过，不一样过用，音乐伊不是歌单，还有哪个朋友？是啊，然后呢，推广化，来音乐，一个是我沟通。